观众再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是幕后嘅单元带他来关注也前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中共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9年嘅发动后，发表一连串对台湾政策方向嘅讲法哦，又会带来内地影响，係咪代表呢個中共未來嘅人對台政策會改變哦？今日請到嘅來賓呢係台灣司法太好台灣研究中心嘅主任方世平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教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因为这个前2天习近平已经针对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有发表一段讲话。那其实我们蛮好奇是，在这个40年前啊，这个告台湾同胞书，当时是由这个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他当然不止发表过一次，但是是第一次由这样单位发表出来。那说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带来的改变是什么？是的，告台湾同胞书是1979年。那我们到1978年的中共的11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邓小平掌权，然后改革开放开始推动。那当时呢，邓小平当然他想要有别于过去毛泽东时期的这个对台工作，是以这个武力解放台湾的这样一个政策有所改变。那因此他这个推出了这个告台湾同胞书，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从过去的武力统一台湾改成和平统一台湾。所以当时他推出这个告台湾同胞书，是采取一个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当时的当局就是蒋经国啊，因为我们知道蒋中正啊在去世之后是他儿子蒋经国来继任。当时中共呢也是展开一个从邓小平展开了一个新的一页啊，摆脱了这个毛泽东的统治。所以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蒋经国，两个都是一个新的领导人。所以当时中共是希望能够跟蒋经国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有别于过去毛跟蒋之间的这种这个斗争的这种局面，走向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来推动两岸的一个和平统一。那其实他有时候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是其实好像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武力，从那时候就没有，对不对？对。那我们知道1979年有几个重要的状况，一个当然都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建交啊，台湾跟美国断交，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另外呢，1979年也是台湾发生了这个美丽岛事件，所以只是台湾民主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别人说，面对了台湾的一个民主化，面对了台湾跟美国关系的生变，面对了中国跟美国关系的改善，当然，那一年还很重要，就是中共这个停止了对金门的这个炮击，单打双不打也停止了啊。所以说，在面对那个新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说，中共他当时有这样一个思维啦，但是很重要，诚如主持人所讲的，虽然强调的是从武力解放台湾走向和平统一台湾，可是他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再说针对的台独可能发展的情况，所以他们留了一个弹书。那当然，这个40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说，中共几乎每10年都会纪念一次。那当然，前2个10年都是由他们的副总理、国务院副总理，包括了这个吴学谦跟这个钱其琛来发表类似这样的纪念的文告。那当然，从第30年开始，就是胡锦涛自己来发表。那到今年的习近平，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转变？是不是他们中央开始由他们的这个国家主席，甚至是总书记这样位置来领导对台工作的确，就是30年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知道30年是半个甲子啊，中国大陆他们非常重视什么10年、20年、30年，那30年是一个等于说是60年的一半了哈，所以说当时是由胡锦涛由国家主席来亲自来这个主持这个会议。那今年当然到40年了，那也有习近平来主持。我认为，当然从常理来讲，40年不是一个特别值得这个纪念的状况，那应该也不必由这个习近平来主持。但是他为什么来主持？可见他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好，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次习近平亲自来主持这个4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或许对他来讲，两岸统一是他任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责大任，他把它视为是他任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会亲自出席。是，那我们看到说，习近平这次的通篇演讲4200多字，那大概30分钟的演讲里面，他讲了12次的一中，45次的统一。看起来这个统一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当然，我们怎么可以解读他这样的用词？然后另外说，难道他不知道说，其实台湾的民心跟现在中国的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吗？统一难道会是真的是全部的台湾人的民心所向吗？
没有错啊，正如您刚刚所讲的，他这次讲了45次的统一，这个大概是比胡锦涛在30周年纪念时候多了非常的多啊。那当然，我觉得这次的讲话，他主要他是对内部的，我倒不觉得他对台湾的。正如您刚刚所言，统一在台湾来讲，它的支持度大概最多连15%都不到，甚至长期都在10%以下。所以说，我们从一个行销学角度来讲，今天如果我要卖个东西给你，一定要是至少你不讨厌啊。你说你喜不喜欢，可能不一定，那你至少不排斥，那我卖给你才有可能。可是统一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观点，特别他这次提到了"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当初我们知道邓小平讲的时候也在当年40年前，当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想要用"一国两制"来框住台湾，但是那时候蒋经国不接受，后来"一国两制"变成是由香港、澳门来适用。那今天习近平又把这个"一国两制"从一个仓库里面搬出来，那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凸显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习近平大家都中国大陆都是把他歌颂啊，这个习皇帝啦、习大大，还有他雄才大略。可是从对台公司来讲，你怎么会把一个40年前的东西又把它搬出来呢？表示你在思路上你没有改进，你在你的思维上你没有进步，你还是用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反而凸显出中共对台工作它没有创新，它还是走老路啊。那第二就是说，他讲的这个统一讲那么多，当然我们都讲过，统一或也好，"一国两制"也罢，在台湾是一个负面的讯息，特别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之后，大家看到了。本来说50年不变，现在30年，看到香港的媒体已经没有自由了，包含香港的法治荡然无存了。30年不到，20多年而已，20多年而已啊。然后香港是想只选特首，也遥遥无期。所以"一国两制"在台湾已经被大家视为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标签，甚至很多香港，我看这2天香港很多的民众或者学者说，小心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呐。我们看到香港后来发生了所谓的雨伞革命。其实就是太阳花革命的翻版嘛，所以香港人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创下史下新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赖程度，这2天有民调出来了，也是创下史下新低。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拿一个台湾人所不喜欢的统一或"一国两制"来做行销呢？因为他知道台湾人也不会喜欢，但他重要是什么？对内部宣传，表达你看。我们还是坚持，我比胡锦涛更加的这个严厉。我强调"一国两制"，我要把台湾变成香港化，变成这个所谓的特区化，变成地方政府化。所以他的这个说法，事实上是对他内部的宣传远远高于对台湾的宣传。可是难道没有这样的一点这样的意念，是说他要开始主导加速两岸谈判？尤其是他这次通篇演讲里面讲了很多，包括说我们未来可能要怎么谈，等于是把那个进程都定出来，只是差没有时间表而已。那你怎么看？是不是他有想要加速两岸的这个政治谈判的进行？没有错哦。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最近的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会议上面，他也提到说，我们在对台工作上要掌握的是这个主导权啊，而且主动权。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两岸关系，它跟美中台3边是非常互动紧密的。那我们看到在12月31号，川普总统啊，他签署了一个有关于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再保证倡议，对，没有错。那这个法案里面很关键一点是什么呢？他把台湾纳入了美国印太战略，也是围堵中国战略里面的不可或缺的一环。那台美之间是没有邦交的，可是台湾在里面非常的关键，而且这个法案条样就是怎么样强化台美之间的高层互访，还有等于是我们现在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对，还有川普上台之后还签署了一个就是国会同意的，就是台湾旅行法的，强调台美高层的互访等等。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国大陆想要在台湾问题上掌握它的主导权、主动权，可是很抱歉，美国也在这么做，所以现在变成说周边2个国家在那边较劲了。好，所以我觉得中共当然他这次他提出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也凸显了他一个无奈。什么无奈呢？就是说，美国事实上已经堂而皇之的介入台湾了啊。那美国在台湾有 AIT 的在台北办事处的主任可以随时要见总统、要见行政院长都很 OK， 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大陆呢，它还是在台湾的外围，也就是说，对台湾来讲，美国的影响是直接的，特别是包含台湾的选举。
所以包含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柯文哲说，今年3月要去美国访问，为什么我们看到朱立伦要去美国访问？因为他们想让美国认识我的两岸政策，或者我是谁，要让美方知道。所以说，美国在两岸在台湾的问题上，它是直接的介入啊，对台湾的选举也是直接介入。但是中国大陆或许他也想介入，但他相对是比较外围跟间接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其实凸显了一个他的无奈，就是说他强调啊，这个两岸是中国人的事情啊，外国势力不要介入，或者说我们对台动武呢，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是针对外部势力，讲得非常的这个严重。但是很抱歉，外部势力早就介入了，所以他这个讲话，我反而看起来像是一个道德劝说啦。哦，因为你只能非常无奈的看着美国甚至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所以他在里面也讲了说，他们希望能够跟台湾的各界政党，包括个人，甚至就是只要你认同的，我们都可以谈。所以说他的锁定的对象，其实他现在想要掌握台湾民心，他没办法针对这个公部门下手，只能针对台湾的民间来做各个击破吗？这个就让我想到1949年，当时中共建立政权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当时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就是说，把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所谓的民主党派有8个，全部召集在北京开会，表达什么？我共产党虽然要建立政权，可是我不是我一个人把它吃掉，我是结合各个党派，大家一起来，叫民主协商。这次习近平也提出了民主协商。在习近平这个1个多小时的讲话里面，只字不提民主。唯一提到是这个地方，就民主协商。可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民主协商，这个民主跟我们西方的民主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我共产党一家来主导，我是邀请你们大家来，但是事实上你们都是花瓶啊。就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当初在1949年参加政协会议的8个民主党派，今天依然存在，变成中国大陆的参政党，就是民主党派，他们是什么花瓶政党，没有实质功能。那今天他也想如炮制，就是找台湾的，例如说新党啦的党主席郁慕明啦，或者什么这个统促党啦这个张安乐啦，或者国民党啦，或者亲民党，找这些比较他可以互动的这些政党来，然后我们大家来讨论统一。但是很抱歉，这个是70年前你的手法到今天还来使用，我必须要讲，这个似乎是有点落伍了。为什么？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对，吗？因为什么？台湾已经是有民主政治的嘛。当70年前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民主，所以你找几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党来，领导人来，大家来开会 ，OK。因为那时候没有选举，所以说他们可能代表了民意。但是今天来讲，台湾有选举了，所以今天谁是真正有这个民意基础的人呢？其实就是蔡英文嘛，因为他台湾选举出来的总统嘛。那但是你不跟他谈，那你要找一些所谓的跟你友好的政党或者界别，他中国大陆讲界别，所谓界别是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作家协会啦，各种行业团体啦，那你找这些人去，或许啦他们这个在台湾他是有某种身份的人，可是真正在台湾能够展现民意的，还是靠选举。所以，如果你不去跟蔡英文会谈，你就不去跟台湾具有民意基础的人会谈，你找这些各个什么什么商业团体啦，或者什么工商建研会啦，或者什么政党啦人来这些大头来开会，或许啦，它可能形成一个会议，但是它代表多少民意呢？因为他们可能只是某一个这个团体的领导人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讲，中共还是没办法依循台湾民主政治的一个路径。好，老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但是上半场内容，下半场呢，继续来关注针对那个社群的讲法，台湾方面都得你选附近咯，很多未来你选胡同咯，那些看下继续来关注。非常关注第四转到讨论的现场。老师，您上半场有讲到说，就是其实中国方面其实应该是要找蔡英文来谈，没错，这样才有他的代表性在。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习近平在他讲话当中，把这个9·2共识的
定义给框定了，他把这个一国两制把它绑在九二共识下面。当然，您说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行销的手法哦。那当然，蔡英文也顺打蛇随棍上，也回应了说，这个我们就没办法接受这个九二共识，似乎是把这个路缩死了。老师，那怎么看？对，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这讲话，首先我刚刚讲，他主要是对内部行销。那第二点，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呢，应该是国民党。为什么？因为他把九二共识给压缩了。那他讲说，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他把它跟国家统一把它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这次呢，习近平他可以说是非常的强调，未来台湾就要适用是一国两制，也是刚刚讲过香港的做法。包括以前江泽民，包括以前胡锦涛都没有这样的提过吗？对，没有错。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九二共识，其实过去是中共是，当然了，国民党讲一中各表嘛，那中国大陆讲一个中国，他不讲各表，但是他也没有说直接的这个驳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吴敦义当选党主席，那时候习近平发了一个贺电。那吴敦义回了一个感谢函，也是贺电，它里面特别提到了九二共识一国，这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一中各表，结果后来中共非常不高兴，他认为说你要各表，你自己各表就好了，你不要回复给我，好像要把这个各表塞到中共的嘴巴里面。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共对吴敦义就是非常的冷淡啊，也就是说中共他开始改变了，就是说他对各表的问题他不能接受。那这次呢，习近平又就是讲到一国两制了，所以说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九二共识跟这个国家统一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讲是比较尴尬啦。就是说你过去讲一中各表，那中共已经不支持各表了，甚至驳斥各表了，现在还把九二共识跟这个国家统一结合，甚至跟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结合，所以当然蔡英文也是，诚如您刚刚讲的打蛇随棍上。他就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因为他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那我们看到这两天国民党的一些反应是认为说不能接受一国两制，可是习近平这次就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等于说画上等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国民党来讲，他在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他还在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他的这个诉求的这个正当性会大幅的下滑。我觉得这点来讲，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其实对国民党相对是比较不利的。那这样的讲话是不是也代表说某程度来讲啊，这样一来一往，两岸关系的现状又被改变了，然后又走向一个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民众的反应啊，好像都比较支持蔡英文，因为蔡英文后来在习近平讲完话之后，他也发表了一个比较强硬的说法，就不接受一国两制，还有4个必须嘛？对，4个必须。但是要引发了就是大家好像各方面的这种正面的评价啊，认为说台湾需要硬起来。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一次这个就对于蔡英文来讲习近平的讲话是对他有利的。那我们知道蔡英文前一阵包含就是说9合1大选民进党惨败，加上就是他跟这个柯文哲见面，然后就引发民进党内部的很多这个声律的不满，还有对于管中闵案他这个可以说让管中闵重新担任台大校长，这些或者对于这个教育部长叶俊荣的做法，很多的这些批评，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4个独派大佬出来要蔡英文只选1任，但是这个时间点刚好在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之后这4位这个声律的大佬提出来，反而引发的是负面评价，反而大家对蔡英文是正面评价。所以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政治是变幻莫测。那蔡英文之前被大家可以说是批评到不行甚至很多人真的是劝他只做1任就好。可是最近突然出现了改变，还有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的这个非洲猪瘟的问题，引发了金门的感染，大家很担心这个是我们的卤肉饭可能不保了，所以蔡英文前讲说捍卫卤肉饭这句话，我觉得蛮传神的。就是说猪肉在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食物我们今天常常都要吃到，但是非洲猪瘟现在已经影响到了金门，那是哪边来的？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现在反而台湾内部，虽然我们知道9合1大选国民党大胜，很多人说，哎呀，好像两岸交流就要很快就要进来了，陆客到大幅进来了，那个韩国瑜带领的国民党15个县市首长可能很快去北京访问可是因为非洲猪瘟，因为习近平的讲话，反而让两岸关系忽然冷却下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共
在台湾这个选举是变幻莫测哈。2年前国民党惨败，然后2年后今年国民党大胜，去年国民党大胜，2016年惨败，2018年大胜。那台湾的政坛是变幻莫测，但是中共还拿一个40年前的1国2制来作为对台政策，不变应万变啊。我觉得这个凸显出他的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让我无法理解，就是中共的这个应付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点我是非常怀疑的，因为你怎么会拿一个40年前的一个旧东西，还来应付台湾一个变化多端的一个民意的转变呢？所以我必须要讲，这点其实凸显了中共对台工作的他的一个也是一个无奈啦。对。可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这是蔡英文的回应当中4个必须嘛，就是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然后必须重视这2300万人民的感受，然后谈判是必须和平对等的对谈，然后最后必须是由这个政府与政府之间，或者是政府授权机构来做谈判。那他这个4个必须来回应中共。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它里面有提到中华民国台湾，尤其他最近其实提过蛮多次的，之前都是以台湾居多。这几年呢，就把中华民国台湾给加进去了。那是不是某方面来讲，他这样要传达出一个善意，或是什么样的讯息？我觉得呢，他当然主要是针对中间选民啦，因为明年就要这个总统大选了啊。那中华民国，我想是目前台湾蓝绿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了。那民进党也有台湾前途决议文嘛，所以他们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大概也除了所谓深绿的人士之外，大概都应该是接受了。所以讲中华民国台湾相对是比较中性的啊，对于中间的选民啊，对于浅蓝的选民来讲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次习近平讲了这个1国2制啊，其实是引发了刚给提到，就是香港很多人士的提说，哎呀，台湾要小心啊，不要步入香港的后尘之外。我认为美国也会相对的担心，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已经要把台湾变成第2个香港？但我们知道，香港自从97年回归之后，美国过去它的这个第7舰队的军舰常常到香港去做休息、做整补，但是后来自从97年之后，很多中共常常刁难。啊，那目前来，我刚才也讲过，印太战略里面，美国已经把台湾视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说，美国会不会担心台湾香港化？那我们知道，目前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蔡英文总统应该是美国最能够信赖的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也跟川普通过电话等等，所以他又不会造进，他也不会挑衅。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担心的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前选边站，特别支持蔡英文。或者是给予他更多的一些政治上的红利，让他能够连任成功，这是美国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担心的，也是国民党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人其实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甚至现在很多人说，哎，会不会川普来台湾访问呢？啊，这给蔡英文这个打气啊，或者总统期间不来，副总统或者国务卿来。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因为1997年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时中国大陆跟美国也没有邦交，尼克森到北京去访问。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在后面使出这一招来帮助蔡英文来连任？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其实中国大陆对于这次的台湾的这个9合1大选，国民党大胜，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相对是克制的，他并没有这个太多的猖狂。为什么？他也知道，因为国际媒体都说这次的大选国民党大胜是中国的胜利，等于是美国的失败。所以他也担心呢，如果我太过的这个喜形于色，会不会反而造成美国的不满？甚至美国会不会这个对于蔡英文有更多的支持？所以他比较克制。可是习近平这次讲的这个讲话，我觉得又破功了，又破功。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美国在看哦，说哦，你既然想把台湾变成香港，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避免台湾变成香港？老师，当然说这个美国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当然对站在台湾立场来讲，我们听到这样讲话之后，是不是其实我们悲观来看说，会不会中国大陆在这1、2年之内就会逼着台湾想办法要启动这个谈判的进程，尤其是这种政治谈判进程，你怎么看？甚至也有大陆很多学者也都预测说，可能这1、2年就会发生。我觉得其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习近平讲话在中国大陆当然是一言九鼎，因为他们是个威权统治嘛，而且他可以完全掌控一切。可是你今天在台湾来讲的话，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
啊。那即便像马英九前总统也讲，两岸如果要统一，也要经过民主的程序。其他的民主程序就是公民投票啦，啊，其实应该就是这样了。所以说，台湾现在你说要去跟对岸政治谈判，除非是民选的总统，然后他经过全民之所托，他才有可能去，否则即便是总统，他去跟对岸谈一个谈判的结果，我想如果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没有经过全民的公投，你说叫大家接受是很困难的啊。即便你去谈了回来之后，大概可能会引发非常大的政治风暴，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是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社会。那所以习近平他现在还在讲那个这个1949年70年前的那种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啊，找一些台湾的一些什么政党的大佬啦，找一些这个财经界的大佬来谈，大家就谈出来一个统一的模式，然后大家就要去做，然后就去履行。我看大概这个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中共到今天为止，特别是他这个习近平讲话，我觉得他忽视了一点，就是说，台湾人的这个国家意识啊，他这边提到很多，就是说，哎呀，这个台湾如果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台湾可以永保太平啊，然后民众安居乐业，有强大的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可以呢这个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更大，在国际上会这个腰杆更硬。听起来就是70年前的论调。对，就好像台湾这个统一之后前途一片大好啊，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生活安和乐利。可是他不要搞清楚，其实即便国民党都认为我们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那名称叫中华民国，这是蓝绿的共识啊。那你意思我只要你帮助我一个地方政府就好了啊，你可以吃好饭，你可以穿好衣服。他是搞错了，我觉得他忽略了台湾人的这个国家概念跟国家意识，其实这是蓝绿的一个共识，但我觉得中共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长期。